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要来看到咱台湾茶米名声烫四海，煎茶技术嘛是一粒米。家己办一个茶米的比赛，金选茶摕到奖。入个比赛了后，一斤卖5万块，介绍卖真好，卖出去。主办单位搁再加压捐钱，要把这条钱捐予需要的弱势团体。透明中透着青翠的色水，气味是真清芳，滋味嘛真清甜。这杯台茶27号对采青开始，每一个细节拢袂当凊彩，所以伫咧2019年台湾高山乌龙茶、优良茶比赛当中得到头顶奖。颁奖典礼当中，拍卖得奖的茶米以一台斤5万块的价钱来卖出。主办单位嘛加急，总共20万，全部要捐予需要的弱势团体。这届比赛时阵，茶农拢有去注意到讲，这茶米的发架甲烘焙爱家做好。咱咧认真宣查的时候，你就会同时喝到奶香跟花果香。那清新乌龙茶，你就会喝到那个甜香。跟花香。今年有200外组人参加比赛，新品种金选的秋茶表现更加是颖目。台湾制茶工业名声是烫四海，借着每一年的茶米比赛，互整体技术加强提升，也互每一个人拢会当伫好茶当中感受到生活的好滋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